前增加嘅22日武汉肺炎確診，其中22日係斷風間吹成日，日下斷風間吹累計有24日，另外一日係境外6日，全台灣累計起來有420日。海關斷風間吹後有24日成員確定車尾島。海關副司令今日講，對印度期間冇做好防疫工作，直到有人車尾島，佢代表海關同社會求救非實力。另外指揮官陳時中講，會針對744日間吹風嘅成員實接觸到嘅人發出嚴正提醒，為做好自主抗疫管理，按算會通知大概有2,300人。另外，立法委員未要求國防部同海關司令部同22日拜三去到立法院國防委員會進行專案報告。我也下仍被監總韓國議員當地嘅各地會用事先嘅方式來說明。國際疫情還係當地開，日本確診病例18人超過13000人，韓國警察警戒。另外，新加坡同俄羅斯一年新增加確診病例都創下嘅單日新高。美國確診數超過73萬，將近有73000人死亡，係全世界面世確診人數同死亡人數前多嘅國家。因此，美國疫情前年開嘅紐約州總統古莫警告，紐約嘅疫情還蠻控制下來。